面對裁員潮，香港人別等運到要主動增值，為自己開闢新路。經濟壓力行業洗牌 ，AI 與自動化衝擊。無論你來自哪個行業，似乎都面對着要唔要轉型的選擇題。面對這場轉變浪潮，我們不再單靠運氣，而是靠自我增值，為自己開闢新出路。學新技能，建個人品牌，調整心態，感是持續進步，為未來鋪路。無論你係設計師、行政助理，定係前線零售員，技能更新都成為職場生存法則。越來越多香港人報讀線上課，例如數碼營銷、編程、AI 應用、語言課程等。學習唔再局限於學校，而係任何時間、任何地方都可以開始。過往社會鼓勵穩定先至係王道，但喺轉型浪潮下，穩定變得唔再穩定。香港人開始學識接受風險，容錯失敗，從點解唔得變成唔是唔知。重點唔係一次成功，而係持續進步。唔少人透過行業分享會、startup 活動、社群平台，如 LinkedIn Meetup 認識志同道合者。社交資本成為轉型的催化劑，一個好介紹，一個合作機會，可能就改變你一生。改變自己唔止喺職場，仲包括心理質素與身心健康。越來越多人開始重視運動、冥想、心靈成長課程，因為要走得遠，先要照顧好自己。